本校嘅小小圍棋探險家 Chess Explorers 係專為2.5至4歲幼童設計嘅圍棋課程，並由註冊幼稚園老師親自任教。我哋相信幼兒最好嘅學習係從玩開始，所以我哋將每節45分鐘嘅課堂分為5大環節，讓小朋友從玩樂中學習。喺熱身律動環節，我哋會有配合課堂主題嘅音樂同埋體能活動，讓小朋友伸展肢體，提升專注度同埋激發佢哋嘅學習興趣。喺故事時間環節，所有嘅故事繪本都由本校親自設計，並加入圍棋概念，讓小朋友更加投入同埋加深對課堂內容嘅理解。喺大棋盤操作環節，讓小朋友使用大型並且安全嘅棋具進行對弈，讓佢哋擁有將課堂學習內容實踐嘅機會。喺任務小遊戲環節，透過配合課堂主題嘅趣味遊戲同埋專業教材，讓小朋友掌握課堂知識並建立自信心。喺美藝活動環節，透過創意嘅小手工，讓小朋友有自由發揮嘅空間，提升創造力同埋鞏固課堂知識。小小圍棋探險家 Chess Explorers 專為幼兒全腦發展設計，將圍棋智慧融入故事同埋遊戲，立即預約試堂，讓你哋嘅小朋友開始圍棋探險家之旅啦！